中間一馬當先放咗出嚟就係聖萬金噶啦，快過你年少多好添啊！八駿巨星咬住內欄第3，內欄第4位有呢隻四季醒啊！中間川河洞區出邊年年幸運啊！後啲先嗰啲富心星啦，埋邊就添開心嗰啲馬，最後200米到啦，聖萬金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中間呢有呢隻年少多好逐步追佢，中檔位置上仲有八駿巨星，外邊四季醒亦都嚟緊啦，最後100零米年少多好透出，但係呢隻八駿巨星幾個節目將佢追過，咁外面位置上嚟嘅馬仲係隻富心星。接近終點，八駿巨星贏啊！跑第2名年少多好，第3名啊，外邊有呢隻就富心星，第4名呢，咁啊要影相，好接近啊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八駿巨星咁啊都表現得相當理想啊！一路跟手一個比較主動啲嘅位置，咁啊1200落咗嚟跑1000呢個級數上面可能真係會高少少啊！咁啊結果就贏出呢場賽事啦。後邊嘅馬啦，咁啊都相當近嘅。咁啊埋邊啦，放頭嗰啲啊聖萬金，臨尾就有少少啊力弱。咁啊其他嘅馬呢，年少多好，咁啊都係擺咗喺前呢個位置走啦。雖然今場賽事佢就唔係放頭嘅，咁啊但係都能夠啊頂到尾咁滯噶啦。咁啊結果今場賽事都一齊平排咁樣到啊。八駿巨星臨尾都好多朋友中意嘅，佢就捧走咗聖佐治挑戰碟啊。咁啊今晚告東尼馬房亦都已經有頭馬交出咗啦。好啦，3號、1號、11號，不過就有意外，3個騎師跌咗落嚟。臨尾就八駿巨星落飛啊，連泰安就趌翻起身，其他2位都有喐嘅。因為衝得最行嗰下其實係四季醒，但佢係最第一隻跌嘅。第5場賽事暫定賽果：3號、1號、11號、6號。賽事完成時間就56秒44。睇睇賽事從我哋等一陣先。田泰安係起翻身嘅，要自己趌咗起身。係。另外2位就都有喐嘅。咁但係因為最後嗰龍5就大家追得最行嗰下呢，就有意外。周俊樂因為嗰下避唔到啊，避唔到，就唔知馬有冇嗨到隻希威森啦，因為跨過去嗰陣時，潘頓艾杜拿即刻走出嚟望一望翻3馬。好啦，我哋先嚟望望第4名張相。咁啊，捉線先啦，就係6號嘅添開心，入邊呢就係嗰匹就係9號嘅聖萬金。咁啊，個聖萬金就貼住內欄上嘅。我哋睇咗預計派彩先啦，第5場賽事預計。